新闻来看，罗西亚指控乌克兰的军队使用美国的装甲车伫罗西亚境内发动攻击。美军的高层是强调讲，又要求讲乌克兰袂当伫罗西亚国内使用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伫2月提名现任的空军参谋长布朗担任参谋所对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来接替今年9月份要落任的米利。 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霍英利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2月做伙出席北京玫瑰园的记者会，会议空军上将布朗，和拜登提名做新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General Brown is also a warfighter who's commanded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Indo-Pacific. And he has an unmatched first-hand knowledge of our operational theaters and a strategic vision to understand how they all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e securit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布朗目前担任空军参谋长，1984年互人任命做军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飞行时速超过3000点钟，其中有作战经验的有136点钟，在中东甲亚洲有真丰富的经验，而且精通中国事务。 拜登接受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建议，任命布朗接替今年9月任期届满的米利。属于美国国防部2个上高阶领导人，历史上头一个拢是废役，不过也是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同意。若是进前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民兵使用美国製軍事裝備對俄國本土發動攻擊。 美國國防部對這樣代志回應也無清楚是毋是美國所提供的裝備，不過美國早就已經有通知烏克蘭袂使安尼做。 Can say that we have asked the Ukrainians not to use U.S. supplied equipment for direct attacks into Russia. Why is that? Because we don't want this is a Ukrainian war. It is not a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t's not a war between NATO and Russia. 因為這件代志，就喺拜登同意援助烏克蘭 F-16戰機了後，美國已經要求烏克蘭敢係當地境內使用 F-16作戰，袂當攻擊俄國本土。美國國防部也認為，防空系統依然是烏克蘭控制空襲上界需要的武器。公司新聞田偉仁編譯。